後來鄉親啊，繼續來看風台往台灣的方向一直挖過來，看天食飯的果農全面警戒。台東已經有果農趕入今仔日搶收到冷果山，台東市公所嘛針對市區的路樹來做修剪。另外，新竹縣政府嘛唔敢大意，趕緊來清準交的爛土，也閣有外島的交通嘛陸續來停航，提醒民眾要注意巡班的資訊，才袂耽誤行程。果子農也開始徛佇日頭下，無用甲規身軀乾，但是趕要佇風台八季來進前搶收辛苦種的愛文山啊！一人佮一人滿滿山啊！邊仔果子農也無用將金黃的山啊，用地啊落起來，準備掛銷減少財損。金巴當然都了結啊，都沒有收穫啦，當然趕快採啊！大家都知道，都靠天吃飯啦。風台八季步步進逼，台東市公所也針對市區內的樹瓦進行修剪。針對細節攏愛注意，工作人員各項作業修剪樹瓦，避免風台帶來透風大雨造成損害。那施工所已經全面動員我們主動來巡視所有的路樹需要修剪、需要矮化的，我們就盡量來配合這些相關的里民或是民眾的請求還有我們的水溝的清淤，那我們也同步在進行中。新竹縣府也唔敢大意，前往豆仔埔溪甲把定準清理爛土。怪手將溪底高高的爛土挖起來，避免風雨拿來，嚴重阻礙到防護措施。為了安全，離島的交通也攏停航。嘉義布袋往回澎湖馬經的航班，拜五拜六全面停航。台東往回綠島的航班，明仔載過島就停航，一路停到拜六。台東甲屏東後壁湖往回蘭嶼，也敢若開放早起7點出發，9點半回來。面對風台威脅，各地繼續加強警備，全面共同備戰，敢若希望會當將災害降到上低。